来看新竹有一个17岁少年囡仔，伊顶日伊赛车呢，伫咧路口时阵无小让，撞到3个母仔囝。这3岁大汉查某囝，互车链缀掉的，因那1岁查某婴仔是飞出去，头壳弄到涂骹。想袂到这款无照驾驶的少年人偷赛车的情形是遐严重。尽管基金会就表示讲，着爱加重处罚的力头，修法增定刑责。若准囡仔违法，家长也爱连带食罪。妈妈手牵大汉查某囝，细汉查某囝用爱，母仔囝三人过大路，西湾的汽车无停落来，当场就甲弄落去。救护车紧来，老母一度唔知人，1岁囡仔头壳撞到涂骹，3岁大汉查某囝跌伫脸仔骹。3岁的女童大腿的部分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及头部一处擦伤。那1岁女童的部分，因为有撞到地面，造成头部的红肿淤血。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新保卫生所头前，离下晡4点外，警方调查，这4、5开车的人唔拿路口无停互人过，伊个是无驾照开车，而且只有17岁。肇事家属已至本分局说明，本分局已针对肇事者无照驾驶、未礼让行人等交通违规开罚，并对车主将车辆借给未成年使用开罚。为什么要偷车？台北市东湖才发生15岁少年偷开车，造成3死2伤的事件。桃园市中坜也有15岁少年开车伫地下停车场乱开，最后家己弄到条仔受伤。加上这摆案件，未成年无驾照开车，伫短短1礼拜内就出现3残。只有罚款的话，对于一个儿少来说，他是不会学习到或者是受到相关的一个教育，也应该要加强这个所谓的连坐对象所应该要付出的代价跟责任。依照国内规定，抓到无照驾驶、无造成死伤，这种只有行政法。对象若是未成年，父母监护人嘛爱去上道安的讲习。严过尽管基金会建议修法爱暂定刑法，强化这个辅导交替的机制，增加连坐的处罚，互家属爱有所警觉，有效来监督甲教育。专家也分析，道安也有开车这观念爱提前来教育。我们的交通教育来讲，在中小学那个区块，大家都是强调在执法，还有就是说如何取缔。我们知道有无照驾驶的学生的话，会有警察机关通报学校，然后由社会单位跟学校单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辅导。安怎杜绝未成年无照驾驶的乱象？对家庭教育、法令的层面、交通知识教导，伫发生重大事故了后，即阵拢互一一提出来检查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